其实做者数学，阮数学系学生啊，就是其实一般的这加减乘除啊，拢足困难的。像阮进前伫即个倒位，人拢感觉足困难。像阮进前伫即个台大即个数学的迄个学生的活动，就是有一个活动教室，当互阮学生伫遐佚佗伫遐耍的。啊，就有人啊排一个即个啥写飞镖啊，你看当时飞镖安尼写。飞镖就是会当写一个红心嘛，对，写边个红心有对着。你知影嘛吼？啊，伊什物中方就是5张嘛，啊出的就是什物1到20张有20个嘛，啊，佮有分两倍和3倍嘛，因为就是咱叫 double triple 啊，所以你就有时就需要去算讲，比如讲你若即摆是一开始是201，啊，你写着10到3倍就是10到triple，你来去减做201减10到乘3，吼，这时阵大家做困难啦，就伫遐算我无，到底是偌济？啊，3个人算出3个好共个数字，啊，阮大家拢即摆做困了诶，嘿。阮读数学学生，我拢讲啊，你安尼就是数学学生，嘿，你数学学生，你算袂出这，你算袂出这，就代表你是正港的数学学生。